呢個係貴城板塊，配套好閪成熟，但係去邊都唔方便嘅樓盤。萬科金域南灣，正所謂阿婆行得快，就一定有古怪。呢度一期嘅單價已經差唔多係成個石肯板塊最低嘅啦。就算業主而家好閪有誠意，都於事無補。作為貴城最墮角，好似鶴立雞群咁嘅佢，真係要珍惜自己嘅青春。如果唔係佢變咗老牛，將更加大鑊。嗱，就喺呢度。雖然佢個位置都係屬於三龍灣嘅臨港板塊，但係前後左右都俾村包圍住。除咗地鐵4號線就喺樓下呢塊大餅之外，暫時冇任何規劃。呢個位置真係麻到整龍袍，唔係嗰塊料。中介佬會同你講，呢度周邊商場林立，但係最新起嘅3號線同埋金柏，你會發覺用腳係去唔到嘅。就連近在咫尺嘅公園里，都俾一條雙向8車道嘅桂華路斬開咗，真係老公闊線凄涼。就算係呢兩個一鳩般嘅書包，都係遠在眼前，近在天邊。好似呢啲又大、綠化率又高嘅小區，真係人同狗見到都會流晒口水。咁嘅單價，呢個居住環境真係頂級。如果裏面嗰個又大又靚嘅小區你都行夠厭，可以嚟到隔離呢個又長又粗嘅東平巷。呢個唔單止係溝女嘅天然聖地，仲要係釣魚佬嘅天堂。不過望江嗰兩棟你要小心，冇買夠錯，唔係你將會得到我身後呢個大鬧鐘。果然係中介佬一致評定，環境配套5星級嘅小區。呢度從10歲以下嘅細路、10歲以上嘅小朋友都可以滿足晒，又幫你班又幫你班家長慳咗唔少遊樂場嘅門票。呢度周邊係真係可以做到有阿婆中意嘅江邊，有旺財中意嘅小區，同埋有你班閪佬都中意嘅免費公園，真正做到呢個人畜無害。嗱，呢度係小區。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92方嘅入證面積，廳去到23個方，開間可以做到3.3米左右。大家以為我讚佢，其實呢個戶型算係我最失望嘅萬科戶型。唔知係咪萬科嘅設計師好閪中意煮飯，無論幾光鮮嘅戶型，佢個空間感都可以。不過唔知係咪設計到呢個盤嘅時候撞親個腦，佢竟然冇預留上邊櫥櫃嘅位置。陽台空間算唔錯，但啱先我提及過，如果唔小心你買鳩錯，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天然嘅鬧鐘。望住一個咁靜嘅花園，再加呢個鬧鐘，真係靜中帶旺。最失望嘅一點，佢呢度得一個私坑，兼且又細又臭，真係唔肯想講。萬科嘅剛需戶型，房間嘅空間從來都唔會令人失望，2個房嘅空間感都可以。而呢一個單位點解掛得咁撚平？我相信呢一個窗口就會有大家想知嘅答案。我真係未見過一個單位可以望住咁撚多條路，真係條條大路通羅馬。你哋都可以日日望住呢班奔波嘅牛馬。主人房雖然都係望小區，不過近路呢個問題都係冇辦法避免。不過令我驚喜嘅係，佢呢度其實唔算好嘈。總結一句，130幾萬嘅總價，你就可以攞到一個小區綠化率咁閪高嘅貴城江景大盤。雖然有啲人會嫌佢呢個位置比較墮角，但係如果佢唔係生喺呢一度，佢就唔會有呢個江邊嘅環境。著名嘅音樂家諸葛亮曾經講過：間屋既然都唔嫌你窮，你又何必嫌人差呢？又係激情嘅一日。